但是其实我们捍卫的不是9·2共识，我们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好，这些长辈觉得拿着傻瓜相机来拍照是一件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年轻人也没有说傻瓜相机不好，底片相机不好，但是确实它已经不适宜了很多的声浪。但是我能够了解我们党内的各位先进们哦，他们对这一个9·2共识，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抱着它？因为这些9·2共识这4个字是跟着他们一起成长，这个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呢，我们也要拜托我们各位先进们，请去听听一下青年朋友们，他们是不是对9·2共识是不是非常的陌生？好，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对9·2共识这4个字根本不太熟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抱着9·2共识？感觉好像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大门口，我每天必须看着这4个字。但是其实我们捍卫的不是9·2共识，我们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我们所有论述里面都是以这个为主，从来没有说拿掉9·2共识。像以前或许我们觉得这些长辈觉得拿着傻瓜相机来拍照是一件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拿的是手机。你可以说手机不好用吗？但是我们年轻人也没有说傻瓜相机不好，底片相机不好，但是确实它已经不适宜了，它已经不时尚了。但是我们怎么把它重新包装成大家可以认同、听得懂的一个话术？最近呢，很多人都说国民党变小绿。我想请问一下，捍卫中华民国一直是国民党不变，从历史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中华民国的捍卫是国民党在捍卫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蔡英文他在捍卫中华民国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人说他是小蓝，反而是我们很多人说国民党变小绿？我们真的要深思一下。国民党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立场，我们捍卫中华民国的心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所有论述里面从来没有拿掉9·2共识这4个字，只是我们要重新包装成让新世代年轻人听得懂的一个话语。按论述的委员会里面并没有所谓抛弃9·2共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而是我想我们必须要面对说9·2共识这个过往在曾经8年任内甚至更久以前开启了两岸和平沟通交流的这个9·2共识，在现今就是现在的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阻碍跟挑战。而这个阻碍跟挑战是什么呢？好，第一点是中国大陆他们有时候包括习近平，他可能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上面把9·2共识跟1国2制拉得比较近，而使得民进党可以从当中去把9·2共识跟1国2制牵在一起的时候，国民党我们能够有什么样一个反制的作为？好，再来就是呢，当中国大陆他们有时候会去偷吃我们的豆腐，会把这个9·2共识里面的内容做一些片面的改变。那中国国民党身为主张9·2共识这样论述的政党，要如何我们能够要求中国大陆去把他们9·2共识回到1991、92年的这个正轨？我想这个是目前遇到的一个障碍跟挑战，那也是为什么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所有我们爱护9·2共识的朋友，先进前辈，我们都应该再把这一个部分障碍跟挑战，我们去把它解决，找到合理的解方。